各位兄弟姊妹，喺今日嘅福音裏邊咧，耶穌有3次同啲門徒講過，唔使驚，唔使驚，唔使驚。嗱，呢句話咧，唔係因為我哋喺人生裏邊冇困難啊，而係正係因為我哋人生係充滿咗困難，耶穌安慰我哋。門徒將要面對迫害、拒絕、誤解，甚至到死亡。但係耶穌冇向佢哋保證一帆風順，但係向佢哋保證一件更加重要嘅嘢，就係話天父知道你哋會照顧你哋，愛你哋。話說咧，有一日天主召開全體動物嘅大會啊，喺會之前呢，天主宣布將會送俾每一位參加嘅人有一份非常珍貴嘅禮物。咁消息傳開之後呢，哇！所有嘅動物好興奮啦。第一隻獅子諗下，咦？可能俾一個更加強大嘅力量俾我。大笨象呢就話，咦？可能俾一個更加巨大嘅身軀送俾我。嗰隻狐狸妹妹呢就諗下，咦？可能又俾一個更加聰明嘅頭腦俾我啦。好啦，到咗大會當日，所有嘅動物都齊集一齊嘅時候，天主終於揭曉啦。你估係乜嘢呢？原來只係每人俾一對翅膀佢哋啊，俾啲翼佢哋。啲動物咧一見到嘅時候咧，全部都好失望，唉咁樣。佢哋覺得嗰隻翼啊，又大又重，孭喺一個背上咧咁累贅啊。於是咧，獅子就話：我喺地上已經叫做萬世之王啊！你俾隻翼我做咩啦？㗎？大象又話：我咁重啊，2對翼我點飛啊？咁樣。狐狸就話：呢種東西根本對我嘅聰明嘅才智冇用。於是大家就唔肯再接受，走人。啱啱想走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喺門口有一隻細細嘅麻雀，好細隻，跳下慢慢跳入嚟。因為咧，原來佢因為遲到啊，所以同大家講 say sorry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就啱啱所有嘅動物一齊話咩啊？既然你嗰份同天主講啊，既然你嗰份動物係咁笨重啊，冇人要，就俾佢啦，因為佢遲到啊，即係罰佢啊。咁係冇選擇之下，嗰隻麻雀妹妹咧就冇死氣氣，只有接受。於是主耶穌親自就將嗰隻翼咧擺喺佢嘅背上。哇！擺喺背上咧，嗰隻麻雀覺得哇咁重嘅，咁唔自在嘅。然後咧，主耶穌就對佢話：唔使驚，飛啦！咁呢隻麻雀就好驚喎，佢怕咩啊？第一怕一飛跌咗落嚟，佢怕咩？一飛又失敗，亦都怕飛唔到嘅時候咧，俾所有嘅動物嘲笑佢啊，笑佢啊！佢更加怕離開咗安全嘅熟悉嘅地面啊！但係最後咧，因為耶穌嘅說話，最後佢鼓起勇氣，伸開佢嘅翅膀，飛咗去。當佢第一次真係離開地面嘅時候，佢發現咗自己啊，竟然冇跌落嚟喎。於是佢就越飛越高，越飛越高，最後一飛衝天啊，飛咗喺天空。當佢喺高空望落嚟呢個大地嘅時候咧，佢睇見從來未見過咁靚嘅風景嘅喎。於是佢忽然之間就明白到啊，原來自己唔係只係地上一個細小嘅動物，原來天空咧亦都係佢嘅家。原來嗰個睇嚟好沉重嘅翼嗰隻翅膀咧，對佢嚟講原來唔係負擔啊，而係恩賜嚟嘅，等佢可以飛啊。而地上嘅動物一見到咁嘅情景咧，個個都好後悔啊嚇，因為佢哋拒絕咗原本屬於佢哋嘅翼啊，嗰咁靚嘅禮物，有啲後悔。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啊，呢個故事咧，其實就我哋每一個人嘅故事啊。喺好多時候，天主送俾我哋每一個人足夠嘅恩典啊，但我哋以為係負擔。天主邀請我哋去服務我哋嘅教會，我哋話咩？哎呀，我太忙啊，唔得閒，等我退休先啦。退休唔得啊，我又要去旅行啊。
天主邀請我哋寬恕傷害我哋嘅人，我哋話哇好難㗎，點可以寬恕啊？天主邀請我哋承擔去傳福音呢個使命，就話咩啊？哎呀，我都唔懂聖經，我又冇參加任何嘅信仰培訓嘅計劃，我亦都冇能力同人講啊，於是又唔去。最後天主亦都邀請我哋孭起我哋嘅十字架跟隨佢。咁我哋話啊個太重啊，即係好似動物咁嘅太重啦，我做唔到啦。於是我哋就好似嗰啲動物一樣，睇見嘅只係嗰個翅膀嘅重量啊，而睇唔到翅膀嘅用途啊，一個重量，一個用途。喺今日福音特別聲明咧，耶穌話兩隻麻雀唔係賣一個銅錢，一個銅錢好少錢啫嘛。但喺當時咧，麻雀可以，就算而家都係啊，都係微不足道嘅小動物。但係耶穌就話咩？如果冇你哋嘅天父許可啊，佢哋連一隻亦都唔會跌落地下。嗱，好奇妙嘅就係啲故事嘅主角正正就係呢個麻雀，其他動物咧都拒絕攬起呢個翅膀啊。嗱，天主就冇嫌棄呢隻弱小嘅麻雀，反而將最寶貴嘅禮物就交俾佢。因為喺天主嘅眼中，唔係大象比較重要，唔係獅子比較重要，就係連一隻嘅麻雀，天主亦都係珍而重之。今日耶穌接着咁話：你哋比許多麻雀貴重得多。諗下，如果天主連麻雀都照顧嘅話，佢又點會忘記我哋在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呢？今日係適逢係 Father's Day， 喺呢度亦都讓我哋特別感謝所有在場嘅父親。好多時候，父親就好似福音中所描述嘅天父咁樣照顧麻雀，默默咁樣去守護佢哋自己嘅屋企。細路仔細嘅時候，佢哋只係睇到父親嘅嚴苛嘅要求啊，俾好多規矩、好多責任，就好似嗰對翼咁樣嘅。但係當佢哋長大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慢慢明白到嗰啲叮嚀嘅背後，其實就係父親對兒女嘅愛；嗰啲肩上嘅重擔，其實就係父親對你嘅承擔。不少父親咧，為咗家庭咧，去辛勤去工作，忍受壓力同埋疲勞啊，但係好少將自己嘅辛苦咧講出嚟。佢哋未必係最會表達感情嘅男人啊，但係往往佢哋就係識得只係用行動去表示去愛佢屋企人。今日我哋喺呢度感謝在世嘅父親，亦都係為嗰啲已經離世嘅父親祈禱。我哋求天主賞賜佢哋嘅勞苦啊，同時亦都求天父祝福所有身為父親嘅人，使對佢哋能夠以智慧、勇氣同埋愛心成為家庭嘅守護者同埋信仰嘅榜樣。事實上啊，每一位父親亦都係天主所愛嘅仔女啊，亦都要依靠天主賜俾佢嗰對嘅翼。當佢哋願意信賴天主嘅時候，佢哋就能夠帶領自己嘅家庭飛得更高更遠。最感人嘅地方就係麻雀喺起飛之後，佢先至明白話嗰對翅膀嘅價值。當佢喺地上嘅時候，佢只係睇到一個負擔，覺得係負擔。當佢飛到天空之後咧，佢亦都再發現原來呢個唔係負擔嚟嘅，呢個係個能力㗎。原來呢個唔係枷鎖，而係自由。好多時候啊，我哋要求先睇到結果，然之後願意相信天主啊。但係天主調翻轉，時時要求我哋點樣啊？先相信，然後先至睇到啊。喺聖經裏邊就係話，譬如亞巴郎，佢要先離開故鄉，然之後先至睇到福地。中途要離開漁網嘅工作。聖母瑪利亞接受天主嘅報喜，然之後做咗呢個救主嘅母親。佢哋都係先行一步，先踏出一步，先至睇到天主嘅計劃。
有啲人呢，佢要堅持先要明白信你先至接受洗禮啊。但係信仰啱啱就相反嘅，係要先求相信先至睇到。譬如話喺若望福音嘅第1章記載過約翰洗者啊，2個門徒，當佢哋聽到佢個師傅約翰嘅說話，話咩？天主嘅羔羊，跟住佢就跟隨咗耶穌。喺38節咁話，耶穌轉過身嚟，睇見佢哋跟隨佢，然之後問佢兩位：你哋揾邊個啊？佢哋就回答：拉比，即係師傅咧，你住喺邊度？住喺邊度？於是咧，佢就同佢哋講，耶穌話：咁你哋嚟睇睇啦。於是佢就跟咗耶穌，睇下耶穌住喺邊度，住喺邊度即係同佢一齊生活，就唔係聽啊算數。而且嗰日咧就住喺同耶穌一齊。而呢一段嘅福音正好就佐證到，先要相信，然之後先至睇到天主嘅計劃。當所有嘅動物啊都拒絕嗰對翅膀嘅時候，只有麻雀妹妹接受咗。佢唔係最強壯嘅，亦都唔係最聰明嘅，甚至到唔係最有信心嘅。佢只係願意喺驚之中咧相信。結果佢就發現到啊，天主俾人嘅恩賜從來唔係為咗增加我哋嘅負擔，而係為咗帶領我哋飛得更高更遠。正如耶穌喺今日福音同我哋講，唔好驚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你哋比好多麻雀還要貴重得多。當我哋將我哋生命擺喺天主嘅手時候咧，即使一隻細細嘅麻雀，亦都能夠振翅高飛，翱翔天際嘅。所以最後啊，各位弟兄姊妹，當我哋承認基督嘅時候，就好似安咗天主俾我哋嘅一對翅膀。自此，我哋嘅自我價值觀跟從前咧就係回形不同啊！我哋已經懂得用神嘅角度去睇人生、世物、世界同埋一世嘅事情。我哋不必再喺人面前害怕同埋退縮。喺主耶穌面前啊，藉着佢個寶血嘅救贖，我哋已經唔係只係懂得停留喺地上嘅麻雀，而係被召叫成為天主嘅仔女啊！天主唔單止賜俾我哋寶貴嘅一對翅膀，更加將佢嘅生命賜俾我哋。所以我哋不必喺人面前害怕同埋退縮，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已經屬於天主啊，亦都知道我哋喺天主眼中係幾咁寶貴。今日主耶穌對我哋每一個人話：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天主嘅召叫，唔好怕我哋孭上嘅責任，唔好怕我哋跟隨耶穌嘅道路。或者今日我哋睇唔到翅膀嘅用途啊，但係只要願意嗰隻小麻雀一樣，喺害怕之中仍然相信啊，喺軟弱中仍然跨進一步。我哋終有一日會發現到天主所賜嘅從來唔係要壓垮我哋嘅重擔，而係帶領我哋飛向佢嘅恩賜同埋自由嘅翅膀。的確，佢未曾應許天常為藍，花兒常開，但係佢卻應許佢嘅慈愛常在。喺天主嘅眼中，我哋比好多麻雀仲要貴重得多。願天主降福大家。